前黑結會美眉嘅成員之一 A 瑤姊妹花 Apple 黃偉霆、瑤瑤黃以安，前者擁有34C， 後者擁有34F 嘅豪語。前排佢就嚟咗香港宣傳寫真集，雖然工作排到密密麻麻，不過喺佢哋兩個力爭底下，終於經理人都肯騰出1個鐘頭俾佢哋行街 shopping。佢哋一嚟就去咗一間內衣鋪，佢哋兩個即刻兩眼發光，買 bra 都買得你哋咁開心嘅，梗係啦，因為佢哋身材好，試上身嘅話特別靚噶嘛。佢哋仲不時烏低身走一走奶，任何 bra 都拎上手研究下個質地同埋承托力。瑤瑤似乎信家姐嘅眼光多啲，每次揀 bra 都會問一問身邊嘅 Apple 意見。原來佢哋比較中意啲可愛嘅粉色 bra 同埋底褲噶。嗱 ，Apple 就好鬼有 taste 嘅，揀啲 lace 襪啊同埋絲質吊帶睡衣。咦，你咁樣我會諗第二啲嘢噶。瑤瑤更加唔吝嗇佢嘅 F 級身材，係咁倒住奶揀襪。據咪係需要有好嘅 bra 去承托噶嘛。果然佢真係買咗成大堆內衣褲。之後佢哋兩個就去咗行鞋鋪喎。佢哋兩個着得咁性感，完全懶理店裏面嘅男士們嘅眼光。話 Apple 更加烏低身又露奶啦。果然好嘢真係唔怕同人分享嘅。好啦，睇完鞋啦 ，A 瑤姊妹花就去咗隔籬嘅重慶大廈。啊，估唔到呢一度都係景點嚟噶。計我話呢，你哋兩個先係景點啊！你睇下幾多南亞裔人士及住你哋先得噶。不過見慣大場面嘅佢哋冇尷尬，其實佢哋諗住入嚟係買馳名嘅咖喱粉嘅。不過呢度實在太多人啦，哎呀行下竟然俾佢哋走甩咗，拍唔到啦。不過大家都及夠啦嗬，算啦收隊。